各位媒體朋友、各位網民，當你去支持虐待我同個女嘅人呢，就係喺我嘅傷口度撒緊鹽。我完全睇得一清二楚，呢個係罪行，唔係遊戲。喺呢一度咧，我要真心講一句，我要向女校長道歉。喺我最無助嘅時候，佢提供一個窗口俾我，但係因為咁樣，佢就不停俾人攻擊，我好難過。各位傳媒朋友、各位網民，我係李明慧。喺呢段時間，我好感激有心人、同路人去理解我同阿女嘅處境。喺呢一度，我好想大家同我做一個見證。連日嚟咧，我睇到好多攻擊我嘅留言，甚至揾一啲有勢力嘅人士利用傳媒去抹黑女校長，只係有一個原因，就係想我收口。我覺得好恐怖。